我對感情嘅認真。要知道男人係天生嘅小朋友，小朋友若然會忽略到一啲感受，要改正好簡單，我只係欠調教，經歷得多反而可以令到愛意濃厚。嘅世界永遠互動帶着可愛，佢冇時間迷惘，愛情錯過卻唔可，再從開始走到結尾，那個不會變大個，但總要想要。